防人员赶紧从迄头前导火公寓，明明外口约咧落大雨，不过火还是烧甲真猛。经过10分钟左右才把火控制掉，不过现场的状况真凄惨，包括住户的窗门、佮有窗门的玻璃，甚至规壁拢拉到斜路，连对面的公寓嘛互影响到。这个布然后那个玻璃都刚好在我的墙层，这也是还好不是我的眼睛。那刚才在房间里面，这个飞到房间里面拿出来，房间里面轮来出来的。4点多吧，好像地震一样、爆炸一样这样，然后很大声啊。出来看的时候火很大，吓死了，我觉得很恐怖，太恐怖了。厕所的天花板掉下来，那其他都没事。新北市新店的新民街一间公寓，今仔透早4点14分4楼轻松爆炸，爆炸声发生了后，嘛开始火烧厝，甲几个楼层强要烧了，研判总共烧20平，是因为加速起爆造成的。现场就是有伤亡，就在那个到达现场是有一桶是有打开，然后就是它是有在漏气。导火点就伫4楼的阳台，住伫内底附近人送病院了后，又是过身。附近的住户嘛开始清理家园。透早凶凶发生爆炸，造成1个人死亡、3人受伤的悲剧，佫影响至少30户的住户。后续的恢复工作是佫较大的工程，好佳在无够较侪伤亡出现，也无效果的见价不堪设想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